呢個就係位於株洲嘅中國動力谷展示中心啦，亦都係好多研學團嚟到嘅第一站喎。一次過就可以睇晒株洲有啲乜嘢特色嘅工業產品。關於航天嘅展品都有唔少噶，鏡頭所見就係阿若拉小型飛機，而後邊就係一架無人直升機喎。喺呢度連個車都會爆開埋俾你睇晒佢嘅全貌啊！轉頭就嚟到株洲嘅國際賽車場同埋卡丁車場啦，有唔少株洲嘅人呢都會去呢度玩噶喎，而我哋呢就係去呢度上一個卡丁車嘅課程，導師正喺度講解點樣去砌好一架卡丁車。小學嘅課程就會少啲部件砌，而中學生嘅課程呢就會係有好多嘅零件，需要呢中學生喺導師嘅指導底下去砌起佢噶。對於男仔嚟講呢，真係一個非常之好玩嘅大模型。嚟到塞特雷特衛星中心，我哋就可以了解北斗衛星嘅原理，佢嘅發展歷史。透過立體嘅模型，我哋就可以知道衛星嘅軌道點解要咁樣設計，對於信號嘅穩定性有啲乜嘢幫助，仲可以睇到衛星工廠嘅立體模型添。呢度就係湖南鐵道職業技術學院啦，唔同年代型號嘅動車都可以喺呢一度呢見得到，咁學員呢都會學習關於佢哋嘅知識嘅喎。咁但係原來喺呢度呢，除咗動車嘅知識，一啲工程嘅機件應用呢，佢哋都會學到㗎。學員就為我哋示範一啲激光嘅切割同埋鐳射雕刻，仲有導師喺側邊幫手添。各種各樣嘅工具呢，我哋就睇到眼花繚亂啦。咁學員呢先至知道究竟係攞嚟做乜嘢嘅。而呢度亦都有大師工作室，唔知乜嘢人先至可以入去呢？學院嘅另外一個建築物亦都好好玩㗎喎。咁入邊呢就有更加多嘅列車嘅模型啦，去1比1咁樣俾我哋了解到唔同嘅部件佢有乜嘢作用。團友仲可以模擬駕駛高鐵添，而喺山河樂飛航空基地入邊，我哋就可以見到阿若拉飛機嘅真身。聽講佢輕到呢，一個女人啊都可以單手拱得喐佢噶。喺千年煙花之鄉麗寧，我哋就可以近距離睇到燦爛嘅煙花秀啦。團友呢都睇到目定口呆喎。唔知大家又有冇好奇過，煙花五顏六色嘅光係來自乜嘢化學元素嘅燃燒呢？大家真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喎。而去到麗寧呢，唔可以唔提佢嘅，亦都係千年瓷器之鄉嚟噶。麗寧嘅瓷器仲係國瓷添。點解話佢係國瓷呢？因為人民大會堂嘅瓷器餐具都係喺麗寧呢度生產噶。而喺呢個研學團入邊，團友仲可以有機會親身呢去畫一個麗寧出晒名嘅有下彩嘅工藝品添噶。最後一站就係去到北汽集團嘅電動汽車廠房啦。參團嘅團友呢係可以坐一個高爾夫球車去廠房嘅生產線睇下一架電動汽車係點樣誕生噶。